呢，你是一夜暴富，你摕到了一夜暴富，几枚的就好呀你。有感觉不？一夜暴富。好像不太好。为什么？那个是空中的事情，哦，那你常没有过努力，哪里有一夜暴富那？你老子有钱啊，？老子有钱嘞。那个马上会垮掉，富不可敌国。富可敌国那个。也是会垮掉。安尼，啊，不过人买一个寓所，就是要想要许一个愿望啊。对啊，财富哦，是一种很空洞的事情啊，可遇不可求啊。嘿嘿。你视财富如粪土熊。但是我也很需要。哎熊，是不是安尼？对少年人看到一夜暴富，当然嘛，唔是讲我拢伫厝里困就一夜暴富，是讲有安尼的一夜暴富，就是足大的愿望。嘿嘿嘿。网络面顶大家拢会安尼讲话。趣味啦，唔是讲真正爱一夜但是我们是暴富啦。讲究实际啊，你用那个空洞的事情，我感到很奇怪啊。哦，好，安尼我都想我们是要脚踏实地去做才有财富。好。